新团队的环境部长彭启明，今仔是头一届去立法院的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哦。伊表示讲有正大的压力，会赶紧来实手。今仔调查立委是拢正肯定新部长的表现甲专业。 立法院新生环境部长彭启明自进入会议室，先甲在场立委拍招呼。第一届备询，伊前一暗准备资料到半暝11点，一早无到8点去上班。伊讲有压力，会赶紧拍拼学习，对上进度。面对国民党立委苏清泉提出影片批评地方光电开发乱象，伊直讲即马袂阁互执政党学不来。 现在立法院不像以前那一言堂，随便你们搞一搞就可以同意，无可能的代志哦，绝对给你冻个死都有。未来呢，我们环境部会加强这个所谓的生态环境的检核，特别是敏感的地带或是湿地。 苏清泉嘛对问，电收碳费增加成本，台电敢会来起电价？伊讲影响无大，执政党立委是爱重视碳费可能引发的绿色通膨。彭启明嘛承认家己看厝嘛拄着相像的起价，但强调这无合理。 喊到大概涨5到10%左右，那基本上呢，现在是还没有开始征收这些东西，这个也不可能马上就会存在。 立委质询彭启明一定回答报告委员，会前和媒体问到如何看待在野党咧推动立法院职权刑事法修正草案，伊讲家己是真好性的人，无啥会发脾气，所以尊重立委立法院拢做会到。 各位委员的批评，我也会虚心的接受，谢谢。不会顶嘴就对。我很少顶嘴啦，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大会去顶嘴的人，所以请各位委员放心，那也尊重大院的决定。 第一届备询气氛一片祥和，多数委员肯定伊的专业，期待伊未来推动相关施政。外界关心碳费出来时间点，环境部是表示后届开会时间会伫6月底到7月初。记者林俊梅、周良雄台北报道。